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做按摩汉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语文。今日同大家所报道嘅就是723客家实验语文中国级认证补强试题教材第18集，一個1412對照錄音，同時加上試題嘅補充解題。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啊！今日所要講嘅呢，就是常見、時常聽到嘅唔錯嘅語音，到底係有幾多嘅？本大家嚟做一個了解。先下呢，同大家嚟做個報道，客家語同河洛語啊，都有連音一個語言，那係冇用傳統嘅語言嘛，聽起來是怪怪暗嘅嚇。所以客家實驗當前提示上嘅 A 音 A 嘅本音嘛，乜嘅呢本音是呢，就是講啊，只有韻母冇聲母一個語音嘛，都用 A 兩隻字嚇，一兩隻字一個可以講嚟講啊，語言嘅探討，也係開頭語言啊，也唔係副詞啊呢，所以語言。語同文只要有只用本音 A 本音啊呢，親像講啊牛話就講牛 A 啊呢，作嘅就變成那個作 A 啊呢。按在創三個方面呢，A同 O 一個數字啊、提示啊、稱詞就是親像內上面嘅稱詞，冇用連音。真正講啊，阿來講啊是呢，用瓦拉亞瑪那亞加巴，我的話，瓦拉亞瑪那個波一個音，但是當前都用了一個音，冇用連音，所以文字方面呢，也不符合於文法為用法噃，是有是語是音是形一個用法。當前呢，一種情況嚴重影響到客家嘅語同歌聲嘅音色，一點呢，請大家共同嚟加強啊！再講到河洛嘅連音呢，河洛語嘅連音，提聲同提示聲，同客家話嘅提示聲嘅聲母同韻調是相同啊！親像講啊，客話嚟講啊，真係兩個提示聲嘅兩個有話一個有話一個用詞用語係樣嘅，安尼當前就會親像講啊，有話被培養成有話，一點呢係頭前是講實驗嘅語音，後尾呢話就變成了一個開咗嘅語音，差兩音變提示聲啊，提示聲變成提示聲。再講到河洛，就講啊，兩個硬嘅硬嘅，講嘅阿媽話阿姐嘅一段全部都係有連音，但是提示聲嘅韻母用大部分嘅河洛都係用本音阿音阿有瓦拉亞瑪那亞加巴嘅提示聲，而是各種高音到中音，客家話呢是中音到大音，所以提示聲嚟講，在是前面呢一定是要用名詞啊，親像河洛話講啊是牛啊、鵝啊尖金啊、雞啊邊一等等呢，都係有連音，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對教學方面，也係對聲音嘅方面，亦都講法呢，講法嘅咬字用語音一分明，特別好聽，嗱唔係嚴牙帶刺，一點呢，一個對就可以提升客家，也係促進文化、人品、地位等等嘅好處喎。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科學藝術，一個地道嘅語言嘛，
非常的重要，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注意一点。今日提供本大家来参考嘅歌声呢，就是讲啊，用童年梦啊，一个李心慈小姐所创嘅非常好听。一个这个李金树先生所创嘅小五嘅愿望，再加上后生去拼王小坚小姐所创嘅，嘅很多条歌呢，都係有鼓勵作用，同時一定嘅唱嘅語發拍神通又有標準，咬字用語很分明，歌詞內容嘅充分，再加上唱歌嘅曲同一個樂器啊，演奏還有精彩嘅出現，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嚟努力安尼嚇。再講到本文，今日要同大家就播圖嘅呢，就係723篇客家詩人語文中國級認證補強試題嘅教材第18集，課文141語對照錄音慢慢嚟嚇，補充，同時加上一個補充試題嘅解題，俾大家嚟指點。今日重點這個常見客家語容易錯誤嘅語言嘅第二部分，上一次是第一部分安尼嚇。後來一個再講，講話咬字用語要有分明，要有特別好聽。那唔能唔係咬一個嚴牙帶齒，一人就可以提升客家族群也係自家嘅人品、TV 等等嘅好處。後來繼續講這個常見客語容易錯誤嘅語言有一度嘅。一個促進大家嚟做個參考。第50頁，因為啊，但是佢當然講下邊就因為啊，一個讀到一個為嘅音，用一個咬對唇嘅音，但是一個烏嘅音呢變成漸對烏，所以講啊，因為變成咗因為安尼嚇。再看52，不敢啊，就變成個唔敢一個音。第43，潛音嘅潛嚇，佢變咗潛 M 嘅音變成 N 嘅音，潛音啊，唔係奈咯，係潛音啊，潛音安尼。54，錯誤變咗錯一個誤。NG 嘅音呢，發唔做變成咗錯誤安尼嘅音，錯誤實際係用錯誤安尼。感謝一個音呢，標準音，佢搞它就變成咗個感謝，用寫係嚟嘅寫啊，感謝安尼。嫌棄呢就變成咗嗰種音嘅錯誤語音，嫌棄。嗰邊啊，謙虛啊，謙有 M 嘅音，氣呢有 H 一個 Q 嘅音，變成啦H 嘅音，個謙虛啊一個音走出來。第57，一炷香變成一炷香，炷一個一炷香，個粗度呢粗。但是客家話是作業這個變成了一炷香，安尼嚇。寒氣呢，就變成寒嘅安尼講啊，一個寒氣變成寒嘅安尼。族群呢一點嗰度要注意到嚇，變成族群，一個族嘅四個音就變成了。這個音嘅族變成族啊，族群變成咁啊，族群是河洛話啊，族群變成啊族群啊那個音。第60個尊嚴，但是有人講變成個尊嚴
nghi ăn nhạc变成一个音，变成个准音语音不准确，语音不准确，那个不偏不偏就是个薄偏，一个 T 个音变成 G 个音，不偏变成薄偏个薄偏。T 语63娘接娘接，个短语它个变成了洋接洋接，从娘接人错变摩托洋接娘，改腔突个变成个改腔安尼腔是国语。T 64厝诶，就讲厝诶一个厝诶，厝了就讲厝诶，唔免讲厝诶安尼。65一粒东西一粒变成一粒，变成一粒安尼。66也下个都唔错嘅国家变成了国家，嘅数到国语影响，咁么啦国家安尼国家唔免国家T 67推通，变成讲推动多运动也是国语推动变成推动，推通头个音变成多个音，轻量呢就变成尽量国语的音，尽量安尼话69成功变成成功变成成功大学变成成功大学安尼，语音会搞出来咧。T 70入學變成入學，也就 NGI 入B 個音變成 T 個音，入學安尼。T 71禁止禁止個變成禁止變成禁止。好，72呢也最多唔錯嘅群簽呢群 IUN 嘅時間呢，一個運加了群可以運群可以暗簽變成了勤腔腔變成了腔也譬如做英文講群腔，也考試各位考73咸菜也都促成咸菜一個語言。74建立也比那個 P 個音就變成了建立一個音。75保存也促個國語here保存安尼76書記國語記變成書記國語嘅數字安尼77勤批變成講可以勤變成變成精批變成精批一個音安尼，所以點呢大家注意勤可以勤批唔係精批T 78嘅手呢有3音南部都講手，北部是講土冇都講魯嘿安尼一個就變成讀國語嘅手變成酒嘿安尼T 79年邁不年邁做做年冬年路年安年的年變成了年邁年邁就不農邁不年邁冬年路咩冬年路T 80環境
环境啊，高音境啊，但是变成讲啊，个环境一个演皮的，所以各位乡亲，一道语言多来练习啊，再看到个大下一个重要啊，变成个重要，变成重要，82呢，美丽来的，但是呢，来丽美丽啊，但是一个就是美丽的，变成了美丽的啊，一个改个的的时候，就可以校正前面，就是讲美丽呀，那个美丽啦，变成美丽啦，个台词哦，一个就破音字，台词变成个推词啊，推词。一个去上83的语言呢，事实上大家容易讲唔出嘅所在，尤其一个做主管的人呢，也系做老师的人啦，一个语言讲话冇一个咬字用语，语音不分明，冇太了解就唔好听。同时会产生到严牙带齿，一度呢。有时间会讲大七家嘅人品素质 TV 同埋客家文化嘅推广安尼哈。以上讲嘅16分35秒哈，希望各位乡亲嘅主要同播时间嘅原因啦，就会本大家讲啊，冇按照时间而成谈嘅度呢，只个对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可以对16分35秒开始看大下嘅插项嘅考题，第一个就讲啊，乐夜，就熬夜，但是人南普音呢是乐夜一个连音字，一个语音，南北语音一个第5声、第6声啊，都好相反。南部讲乐夜，北部就讲啊乐夜，安尼哈。所以乐夜是北部音，南部音呢是乐夜，是熬夜安尼哈。第二金钱，一个一呢，一个时常会注意到哈，一变那个七个金钱啊，一个 QI 嘅音，所以一个是同五可以讲啊，一个拼音世界，冇用贵语嘅语，贵语是送气嘅语，客话呢是头阵嚟嘅语嘛，乜嘅意思啊？人家会讲啊，一个五贵语是针对五，客家话是。微五一个音，一点呢，请大家多来注意。金钱变成个金钱，完了哈，一个5千来还没有来，还未来啊，一个5千来啊，一个语言呢，一个要注意一下个5千来就讲50来，关于就讲不存来啊，带下个呢。1到12嘅數目字嘅讀法吧，一個希望各位鄉親多教識呢，一個語音教背背嚟，就講一咧，整出一個也有點吟詩嘅那個順差啊，哈，1、2、3、4、5、6、7、8。9、10、11啊，11啊，一個12、23，也加上一個連音詩啊，一個數目字嘅時間用一個兩個啊，一咧、兩咧啊，兩咧、三咧，但是兩咧同2嘅冇一種語嘛哈。冇一種音，兩個時間，兩個唔係講2嘅，安尼嚇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女仆的是七个其他地方七个、八个、九个、18、11个、12个、23个个也都数目字一个 A 音，一个用整体字一个睇下嘅诗数目字后边嘅个呢，要用一个两个的大写一个两个的大写，一点呢，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唔好用单脚嘅单脚嘅，也好多话也相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9个、10个、11个、12个、23个一个呢三一个同阿音无相同嘅客家音无相同嘅23个23个变咗安尼去所以好多语音同客家语音有地位无相同嘅所在安尼所以讲到203一个200一样啊通啦2罗伊昂2 203 2032罗伊昂2 203一个数目字考试也会考213 213一个呢有嗰多嘢3會讀到省一度音亦係很多一個203嚟講先呢，嗰當然講一個人03也可以203也可以一個第五嘅感覺嗰一行一個一個主音睇一個主音咩感覺唔係感覺實時現文嘅實同一個實時過去嘅事情實一兩個音呢，嗰當然都唔錯實變成實一個實是歌書創作性比較強提起來呢莫名其妙嘅名呢，一個莫名可能你讀個莫名其妙主音方面一個注意略對一個先鋒中前左右後也是南部客家嘅名詞略對唔係略代第九寶鳥桂葉是拉鳥同我哋客家話嘅來鳥也冇相同拉同客家話嘅是拉鳥客家話都講來鳥但是拉鳥華語嘅拉鳥同我哋用客家話嚟講是冇相同嘅意思拉鳥客家話是講來鳥在面上行唔是學冇意思學出嚟嘅就講來鳥一個桂葉拉鳥注意切數偏數學鳥第十篾字大白嘢一個嗰當然讀大白一個仔字用連音字頭前呢大部分都是用名詞一個關於講害羞講微笑但是嗰當然讀變成有微笑會變安尼去所以講烏音是冇做上母嘅各位鄉親大家注意烏冇客家話喺度啲冇用 SH Y U R 嚟做上母嘅W 冇 Y 也冇一個 E 一個 SH 也冇嗰個 R REST 嘅 R也冇
第12那个虚线，关于是个虚线，按客家话呢，没客家话是虚线河洛话呢，方言呢，个橡皮嫌弃河洛话也是气嫌同客家话相同奖状奖状大话个好看，外貌个好看啦，奖状相反的词就乜嘅喏，个处安尼好，第14，或者有这个也系嘅意思。一个也系嘅也呢，一个有2种，前后相同的时间呢，做一个用可以也是一样的也前后冇相同，就是讲有坏嘅有好嘅，我那个呢选择嘅时间用也系讲也系有嘅也拍嘅但是有嘅也唔嘅时间呢，就不可以用也一个词，而用或者的或这个另外一个呢 ，T wet at wet T wet 地狱一个 T 房T 起的 T wet V at wet T wet 一点一个注意一个 T wet 一个客家话可以用到一句话，但是见一下一个语言文字走出来的时间，俺们就讲 T 起但是关键是讲地狱T 起一个 T wet 嘅15羅蟳百度嘅客家話，羅蟳百度個非常的潮濕的意思，百度也百樣寫一個撇一個用撇起來嘅撇百度一個16緬個摩人那個緬甸。腼腆客家話就講佢微笑嘅意思，腼腆佢而講佢微笑嘅意思，佢快樂第17呢，一個人嘅相一個位，這個位，人嘅房屋的房叫做평，讀평，草氣風嘅草，這個草母一個巫婆嘅巫讀母個熊個用讀用，一個客家嘅聲也按多得是我再讀一遍，位就讀位，房間的房就讀평，草的草就草，一個巫婆嘅巫呢就母熊一個我識應嘅熊一個用讀用家好。第18插韻變成我同那個插同之前的切一個 Q 一個插一個之插一個旗子切另外一個呢，拖插注意插嘅注音三個都相同插第19分房也就講另外分呢有房個旁鄉個鄉旁鄉，但是另外有意思另外一個是分享方向個有眼圖旁鄉分享到旁鄉住宅一個住宅一下都冇辦法，他個讀個本來宅字都學過語，住宅佢冇談一個宅同讀出都選擇題者選擇個讀同選乜個區別呢？一個選呢，就是講全部好嘅，我看到那個讀呢，
就是其中有坏嘅，有坏嘅，选好嘅呢。选择题嘅时间读问题，选择题，唔好讲选读题安尼吼。好，再看到21，高知就是强客的意思啊。因此呢是做人客，客家人一般来讲，高知因此啊，我有个差18位，个落后位18位，所以在做生意方面，做人无空可用的，会个发展。所以高知因此也对做生意方面是必定要有嘅一种嘅行为，就是一个要有一种嘅习惯同一个表现本人哋吼。所以讲高知因此，过去在一个商业客家语用词嘅地图里，时常讲到一点吼，怎样嚟高知，怎样嚟因此，一点呢，咱可以嚟做一个参考，做乜嘅？这个师范学校毕业，这个花莲师范、台东师范同台南师范来相比咧，甚至应该是台南师范较好。但是做高中的呢，大部分都係花莲师范、这个台东师范嘅先做啊，一个就讲啊，花莲师范这方面嘅乡亲，伊嘅高知同因素方面啦，各有研究，各有晓得应用安尼。22，故事一个叫故事，有个有安那故事安尼哈。23，华语个语啊讲啊，肩膀，客家话就讲啊，肩胛啊。一个肩胛呢是有骨头的是肩胛，冇骨头的是那个叶啊，一个睇水嘢嘅葉，佢冇骨頭嘅啊，有骨頭嘅就講頸胛啊。其實有時不然，或者用嚟講客，就講模土，一個超呢，有個超土魯三音啊。好，第25，字典啊，一個詞典。但是嗰度念成詞典啊，典理變咗個典理安尼啦嗬。以上一個26個是同一個頭度所講嘅83名啦，一個非常嘅通常告訴嘅鄉親，讓佢來見證一個學生嘅華語嘅標準性。尤其為個性來講啊，說呢，那係讀唔錯，唱唔錯噶，會影響到全體嘅一個觀眾嘅反應，不良嘅反應安尼啊，嚇。我哋今日同大家所講到按到客家嘅認證考試試題嘅方面呢，亦都是語音方面嘅問題。下期呢，要講一個閱讀測驗呢，同大家嚟提供2篇本大家嚟做嘅參考，客家白話語文嘅閱讀測驗嚇，一個再講到看圖說故事一個台詞，怎樣嚟講嚇，同天台嘅台詞，同藝台嘅這個嘅台詞完全是一樣。開頭嘅時間呢，各位先生啊，各位小姐啊，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大家好嘅開頭嘅歡迎。在看圖講故事嘅時間呢，在頭擺也係現在，就像圖圖裡一種題中所講嘅乜嘅，題中所講嘅乜嘅，也係唔係講幾種是講乜嘅，安嚇。在結束嘅時間呢，就以上一個按照種圖，非常嘅神奇，有意義。時間呢關係，我就講到嘢隻嘅，希望大家感謝你，一個就講台詞啊嚇。一個講到嘢呢，有34分、38秒嚇。其他嘅參考資料啊，詳細像一個大家呢入網站地圖裡用一點咪嘅網站點咪就可以睇到講啊，親像講啊，一個貼片嘅
系一个那个前提嘅呢，一个实体认证补强实体搞出来嘅录音同文章啊，一个非常的感谢文焕博士先生呢，客家乡亲能够同嘅讲下在 YouTube 嗰只嘅安尼哈，所以錄一下可以講啊，已經講嘅18篇了啊。另外一個客家語文嘅文法，請大家多多參考，有16課。嘅名針一個名字後邊嘅英文啊，是名字一點呢就可以第1課到16課可以看咧參考下嚟。另外嘅客家商業用語嘅繪畫話，可以也係非常嘅感謝李文焕博士苗栗人嚇，一個台南師範大學台南大學一個博士啊嚇，亦對一個非常嘅有研究啊，希望大家點一個名字嘅答話出來，嘅大下要講啊，一個文章嘅內容就可以恢復多進來一個客家名針喺度裡個語文一時一語對照，俾大家看，對大家來研究安尼吼。另外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共有100篇，一點呢，也希望大家點來聽，點來看，個內涵資料嘅內容呢。大家一點呢就可以直接講啊，一篇文章同語音嚟到對照。第下一個客家詩人連音聲母韻母文史嘅結構啊，我講嘅千多倍啊，嚇！因為我對民國1968年開始研究一個連音詩，一個小嘅成果，提供俾大家嚟做個參考。一個聲母連音詩聲母是有 R、A、O 嘅，嚇。古書從之前被架動呢，就是個 R、E、O 啊，一個是聲母。按 A 音嘅呢，我用實體字，乜個呢實體字就望文生義，一看得到，個一個是一個意思啊，哈。R 同 O 呢是虛字，虛字啊，各有第三、第三、第四種、第三，一個語音用看哪。個一個1聲到4聲嘅語音不同，意思就冇相同嚇。但是 A 音嘅呢，要分1聲到4聲嘅各用詞有8則式嘅嚇，就是一個兩個一個哦，一個第三嘅，D 跟 L 呢是第2聲嘅，第3聲嘅 L 呢，看呢，也會不會是頓號、句號哦，第4聲嘅呢，看得的、識得的哦，在字呢頭前是講名詞、模圖、動動詞，乜個呢動動詞咯？現在講啊，我能講啊，咪咪嘅、陣陣嘅、溜溜嘅，扣來扣去、扣嘅啊，呢度呢就是講啊，一個動動詞會加上在字，就變成名詞安尼哈。另外呢，1聲 A 音1聲到4聲嘅，我用吳代博士所寫嘅，請大家多多嚟做個參考安尼哈。所以總講一句話，客家語、河洛語都有連音喎，哦，都有連音，連咩錯啊？聽起來能好聽。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另外嘅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嘅語音同文史重要嘅心得嘅報告啊，一個名針嘅點嘅就可以知得，要上下集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這個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語文嘅方面安尼哈。但是客家語文分為四海太平安，也5種語言之類，多少有所差別。所以可以同大家所講啊，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嘅行業，不同嘅語音同語言同文史用語
多少有所差别不同的所在呢？一点请大家多多来注意一下。同时研究下个语文，要法图、程图、正确图、专业方法来研究下个语文哈。以上是望大家感谢你，一共用係40分空6秒安啦哈。最後呢，祝也拜參加那個認證考試嘅鄉親啊，能夠高分通過客家語文呢高級認證考試，也中高級認證考試。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再見。是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